现代台语版圣经哥林多后书第8章。兄弟姊妹，我会恁知上帝赐予马其顿正教会的恩惠，因有对患难经历真侪考验，还佫充满欢喜。虽然非常散赤，还佫非常慷慨捐献。我会当甲恁证明，因已经尽因所有奉献，甚至超过因的气力。因热切求愿，互因有参加救济犹太信徒侍奉的光荣。因安尼做，毋但超过阮的期待，甚至遵趁上帝旨意，大声将家己献互主，然后交托阮。所以，阮肯提倒继续协助恁，来完成伊所开始这项慈善的工作。恁的信心、口才、知识、帮助人的热情，以及对阮的疼心，拢遐尼丰富。阮爱恁对这项慈善的工作，嘛着安尼慷慨。我安尼讲，毋是伫命令，是爱恁知别人热心伫帮助人，来考验恁的疼心是毋是真的。恁知，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伊虽然富足，毋过为着恁诚侪善赤，是要互恁因为伊的善赤诚侪富足。关系这项代志，我建议恁较好即时就去完成旧年开始的募捐。恁毋但大声行动，阁大声提倡。当恁着完成这个工作，用起头计划的时的热心，尽恁所有去做来完成。恁若欢喜捐献，上帝会欢喜接纳恁献恁所有的，袂要求恁献恁所无的。我毋是要加添恁的负担，互别人较轻松。既然恁现在富足，着供给善赤的人，安尼恁善赤因好囝的时，因嘛会供给恁，安尼才有公平。照圣经所记载，多的无剩，少的无欠。感谢上帝，互提倒亲像我遮尼热心帮助恁。伊毋但有欢喜接受阮的恳求，阁非常热心自愿帮助恁，决定要去恁遐。阮另外派一个兄弟甲提倒做伙去。这兄弟伫传福音的工作有受到正教会的称赞。毋但安尼，伊受正教会选派做阮旅行的同伴，来参加阮这项慈善的工作。这工作是要归荣光互主，阁表示阮欢喜甘愿得做。阮非常谨慎地处理人慷慨奉献的钱项，才免引起人的批评。因为阮的动机光明正大，毋但伫主的面前，伫人的面前嘛是安尼做。所以，阮要阁派一个兄弟甲因做伙去。伊经过阮真侪遍的考验，在伊伫真侪代志热心帮助人。现在伊非常信任恁，就阁较热心要帮助恁。讲到提倒，伊是我的同伴，做我的同工帮助恁。甲伊做伙去遐的兄弟，是逐教会差派，是基督的荣光。所以，恁着对逐个教会公开证实恁的疼心，阁证实阮对恁的夸口。